好感動咯。因為我先生係日本公司，係日本人，佢係派嚟香港嘅。我同我先生第一次拍拖啦，拍拖喺香港。我哋係第一次係98年嘅時候，係啟德應該係最尾個機會係可以嚟到啟德機場咯，所以係我同我先生係有一個要 memory 嘅地方咯。特別印象咪會有時會過嚟睇下啲飛機起飛啊，咁樣喺附近睇咁樣咯。都近㗎，都會成日聽到啲聲音啊，又見到啲飛機又上又落咁樣咯。